好，来继续要来看两位总统的候选人，早起拢无公开的行程，也毋过拢派副手来发动着攻势。张善政批评民进党，甲这个拿力分甲伤过清楚，拢无互拿军执政的管市补助，而且台商资金回流是零，政策跳票。啊，那赖清德是回到台南，率领着6位立委的参选人去登记参选，画出着绿色全雷达。 民进党6位台南市立委参选人，拢穿全绿带衫，伫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带队之下，到选委会登记参选。立法委员过半呢，台南市的6席一定要全上，恳请我们台南的父老乡亲能够延续过去优良的民主传统。到中选会登记了后，头一个公开行程，赖清德就登去台南为立委参选人助选。6位候选人。 可以说是强棒出击，非常好的防守滴水不漏把正确的讯息，把我们的理念还有把我们的目标传达给我们父老乡亲。另外一边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即是到桃园陪立委吴志勇登记参选，批评蔡政府对高雄市无公平。 民进党中央执政的时候，蓝绿分得太清楚了。过去半年，大家看到苏贞昌有帮任何蓝营县市的忙吗？没有。今嘛台商回流资金的数字非常之奇，经济部出面澄清讲，拢是确实的投资，张善政嘛无放一线。回流的资金，前2天的立法院知道了是0，他现在在混淆视听，在模糊焦点。我们期待的是国外的钱要能够回来，才能够促进台湾经济发展。这一点他完全跳票。 张善政嘛讲，政府先从桃园第3航站起出来，再来讲台中国际机场。伫主税韩国瑜规工拢无公开行程之下，张善政举进攻大旗，火力全开。